若要人不知，就唔好咁刻意，好似大埔火災嗰個承建商咁，收人天價幾億，但係俾嘅呢就係唔合格垃圾嘅建築材料，仲搞個沖天大火災出嚟，你話死未？講到圍標，咩叫圍標？即係圍住你啲業主嚟標，標乜嘢呢？就係標心，標你呢條心啊，仲貴過嗰個千年嘅野生人參啊，隨時幾個億以上。我哋就係用勞力士標嘅價錢去換一把回力標翻嚟，鋸到啲業主一頸血。承辦商咁有問題，但又使咁多錢，只想偷勒拐騙的勾人，完了事便收錢，然後話知你死人定冧樓，咩了默先至講規矩，過了咁多天與魔鬼在一其今次出錯，令名譽掃地。本應家園便理想類型，讓街坊也有景，只可惜得到家破人亡，全因燒光報警，無奈被選中，逼到令你全城傷悲。若然排在榜中最凄慘是狂復怨火災，驚動了天與地。沒要真抵死，但憑霸氣絕對逼人到你似暗槍，知你好過了便要分離，沒有抗力要屈服奸商。